女业务涉案，我真的爆料，年入100万业务是诈骗共犯某中介张嘉玲。无啊，伊即马讲伊是咱的领用啊。无可能啦，哪有讲张嘉玲啊？也无讲加张丽萍啊，无可能。对啊，生气啊就要趁钱的，不过伊无可能做一款违法的代志啦。先不要干。地就叫然后抵达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抵达。我即马看人报警。是的，你刚才啊，之前就5号车轨道去到。有啊，去啉酒啦，会去海边啊。那你也要去吗？要啊。怎么要起来呢？起来了，他被警报吓到。哦，有摇哎。你看。在哪里？就一样啊。花莲。这次速报，这次光来自。在我爸，在我爸上，在我爷，在我二姐。嘉轩是这款背景应该真好看。经济部大推多比赛，经济部大推多小丑的脸。我是轨道哦，我哩物件要做较提升哦。老外个啦。你哪知影到底啥？你哦，做较早就安尼，啊，心情无好，后早来去做，就关心反正。4月有4月有来。我靠，那个好，我把我放比赛。我爱拿手，我把来，赶快去穿衣服啊！再去就赶快穿衣服。好了。买个点嘛。这能点嘛？有啊，出对，然后有点那个钱，反正都死。一个还好看啦，我有破菜吃啊。之前哦，一坐起来有个物件比较甜啊。那甜好等来。我无物件你们用食啦。啊，那回谁啊？我那个小老虎，啊，我哋家己出邊好啊，睇得明白嘛，真係咁樣話。真係足滑喎！唔使叫我先入我呢度啊，唔知，到時咧真係關心個河。你哪個做點物件啊？講難嘢吧。好了，赶快穿衣服吧。可以下去了。下去啊，下去很久了。听到没有？哦。是啊，明天后上学期。太年轻了。我差啦，幾年前嗬，你哋乜嘢？